大家好啊，我係小維啊，好歡迎你嚟到我嘅頻道。每朝食一兩個烚蛋，再配一杯熱牛奶，一塊麵包，呢個早餐嘅組合係好多人覺得係好健康、好完美嘅。尤其係對於注重養生嘅中老年朋友嚟講，確實雞蛋係天然嘅營養寶庫，每100克就含有13.1克嘅優質嘅完全蛋白，氨基酸嘅組成亦都同人體契合度極高，生物利用率可以達到95% 以上，係老年人補充營養、預防肌少症同埋認知衰退嘅理想食材。2023年中國營養學會聯合臨床機構嘅研究更加證實，每周食用6到8個雞蛋嘅老年人，心血管事件嘅風險降低，認知能力下降幅度更加少，下肢肌力保持優勢顯著。但係老年人隨住年紀嘅增長，消化功能亦都會逐年咁減弱。60歲之後，蛋白質吸收率每10年就下降大概8%，肝腎代謝嘅能力亦都會同步衰退，就好似一部老爺機突然間接咗超負荷嘅訂單咁，肝腎嘅細胞就被迫加班加點，咁長期佢處於疲勞狀態，自然就會受損咯。啲趕唔切處理嘅毒素就會喺血液入邊，唔單止會傷腦，仲會直接傷害肝腎細胞。所以日本最新嘅醫學研究就發現，中老年人嘅蛋白質嘅攝取量同埋肝功能指標以上呈正相關。水煮蛋嘅3個常見嘅錯誤食法，就會加重身體嘅負擔，甚至仲會誘發腸胃代謝類嘅疾病。每一項都有權威嘅研究數據支持。第一禁忌就係空肚過量咁食，腸胃肝腎都雙重負擔。好多嘅長者都覺得多食蛋補得快，習慣早餐空肚食2到3個烚蛋。但係呢個做法完全就違背咗生理規律啦。空肚嘅時候，胃液缺乏碳水化合物嘅作用緩衝，雞蛋蛋白會好快咁凝固成堅硬嘅蛋白塊，導致胃排空嘅時間延長20%。臨床嘅數據顯示，65歲以上嘅長者空肚食2個以上嘅烚蛋，腹脹反酸發生嘅幾率高達33.7%。更加嚴重嘅係，長者消化酶分泌唔足，未被充分分解嘅蛋白質喺腸道停留過耐，就會引發腸道菌群嘅失調。呢類嘅案例佔咗老年消化門診嘅15% 左右。從代謝嘅角度嚟睇，一個中等大小嘅雞蛋含大約200毫克嘅膽固醇，接近成人每日推薦攝入量嘅一半。長者肝臟處理膽固醇嘅能力下降，每日食2個以上嘅雞蛋，總嘅膽固醇升高嘅風險就高達65.3% 啦。2023年美國醫學會雜誌內科嘅研究亦都證實，每日食2個以上雞蛋嘅長者，冠心病發病風險明顯上升。腎臟方面，長期過量咁攝入蛋白質，亦都會增加腎小球濾過嘅負擔。腎功能處於邊緣狀態嘅長者，仲可能出現尿蛋白升高嘅情況。更加危險嘅係，空肚高蛋白攝入會短期內升高血氨嘅水平。肝功能唔好嘅長者可能因此會誘發意識模糊、乏力等嘅症狀。臨床就曾有肝硬化嘅患者因為空肚食2個雞蛋，突發高氨血症嘅案例。值得注意嘅係，過量食蛋仲會造成營養浪費同埋2次傷害。北京協和醫院嘅2020年嘅中國臨床營養雜誌嘅研究指出，老年人蛋白質合成嘅能力下降，過多攝入雞蛋蛋白，唔單止冇辦法被充分吸收，仲可能引發肝功能波動。曾經有72歲嘅女性長期每日食2個全蛋加牛奶，3年之後出現 ALT 升高，肝內脂肪變性，調整為淨係食蛋白，
隔日攝入之後3個月內肝功能嘅指標明顯改善，所以即使係健康嘅老年人，亦都需要遵循少量分次嘅原則，避免空肚集中咁攝入。錯誤食法2：煮得太耐，消化難度翻倍。煮得越耐越安全係長者食烚蛋嘅常見嘅誤區。唔少人會將烚蛋煮15至20分鐘，直至到蛋黃發綠，裹住一層灰白色嘅硫化鐵圈先肯罷手。美國農業部嘅研究數據顯示，煮製時間超過12分鐘，雞蛋嘅維他命 B1 損失率高達30%，蛋白質因為過度凝固變得好難消化，消化率從原本嘅90% 降到85% 以下。蛋黃表面嘅灰綠色物質係硫化亞鐵，雖然冇毒，但係會嚴重咁阻礙鐵質嘅吸收。對於本身就容易缺鐵嘅長者嚟講，無疑就係雪上加霜啦。同時，長時間高溫煮製仲會導致蛋黃當中嘅膽固醇氧化，生成具有促鹽同埋促動脈粥樣硬化作用嘅氧齋醇。實驗嘅模型當中攝入氧化膽固醇嘅老年小鼠，主動脈斑塊面積增長速度係對照組嘅2.4倍。直接食雪櫃冷藏嘅烚蛋亦都暗藏風險。雪櫃4°C左右嘅低溫會令到蛋白質結構變得緊實，進入到37°C嘅胃入面之後，身體需要額外咁消耗能量嚟加熱分解，導致胃排空延遲。呢個都係功能性消化不良長者症狀反覆嘅重要嘅誘因啦。正確做法應該係水滾之後落鑊煮8分鐘，雪櫃拎出嚟嘅雞蛋就凍水落鑊，水滾之後煮3分鐘，再熄火燜5分鐘。咁樣蛋黃啱啱好凝固，既保證咗殺菌效果，又易於消化。錯誤食法3：搭配錯誤，營養浪費仲傷身。烚蛋嘅營養優勢能否發揮，好大程度取決於搭配嘅食物。好多長者習慣以為常嘅搭配方式，其實係偷偷抵消咗營養價值，仲加重身體負擔。其中2種搭配嘅危害最為顯著啦。第一種就係雞蛋加高糖食物，比如甜嘅番薯粥啦、糖油餅啦、高糖豆漿啦。呢種嘅高蛋白加高糖嘅組合會打亂晒消化同埋代謝嘅節奏。雞蛋消化需要較長嘅時間，而高糖嘅食物亦都會令到血糖快速咁升高，刺激胰島素大量分泌，唔單止會干擾蛋白質嘅吸收，仲會令到膽固醇轉化為壞嘅膽固醇，加速咗動脈斑塊嘅形成。中華兒房醫學雜誌就明確咁指出，呢種搭配同長者嘅心血管疾病嘅發生密切相關。第二種就係雞蛋加高油酸、高草酸嘅食物，譬如濃茶啦、菠菜啦、莧菜啦。2022年營養同健康學部對南方4省嘅居民飲食分析發現，經常將雞蛋同埋濃茶一齊食嘅人，血清鐵蛋白嘅水平比唔同食嘅人低咗14%，因為濃茶入面嘅油酸會同雞蛋嘅蛋白質結合，生成難溶性嘅複合物，阻礙鐵、鋅等嘅微量元素嘅吸收，仲會加重腸胃嘅負擔。而雞蛋同菠菜等嘅高草酸嘅食物同食嘅時候，草酸會同雞蛋入面嘅鈣質形成草酸鈣嘅沉澱，令到可以吸收嘅鈣質下降咗25%，加速咗長者骨質疏鬆嘅進程。長者每日食蛋嘅數量需要根據自己嘅身體狀況同埋飲食嘅結構嚟定。一般嘅情況下，健康嘅老年人每日食1個雞蛋就得啦。雞蛋入面富含優質蛋白質、脂肪、維他命同埋多種嘅微量元素，可以為老人家補充日常所需要嘅營養。如果長者患有高血脂等嘅疾病，就可以隔日食1個雞蛋，或者淨係食蛋白，減少膽固醇嘅攝入。食蛋嘅當日就要減少其他高脂肪食物嘅攝入。
肝功能減退嘅長者每日嘅蛋唔好超過1個，腎功能異常嘅長者就要遵醫囑理調整食用量。腸胃疾病同埋咀嚼能力比較差嘅長者，可以將烚蛋壓成蛋泥，搭配小米粥啦、軟麵條嚟食用，千祈唔好空肚食。對雞蛋過敏嘅長者就完全要禁止食用啦，避免出現皮疹啦、肚屙啦，甚至哮喘等嘅過敏反應。其實長者食烚蛋嘅核心原則就好簡單，每日1個全蛋，特殊人群就要遵醫囑啦。滾水之後落鑊煮8分鐘，溫熱食用，搭配均勻，避開以上3大禁忌，先至可以令到雞蛋嘅營養真正咁俾身體吸收，補充營養之餘，仲保護腸胃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嘅視頻內容就到此為止啦，希望對你有所幫助。我哋下期再見。